想唔想知道85萬去喺珠海買到咩樓？當年啊28000嘅時候，你唔入手，依家11000，你心唔心動？你自己計下劈價咗幾多？今日咧85萬3房1衛，而且咧就係精裝現樓，呢度就係珠海北站。套樓到底係點？跟住我鏡頭一齊睇下。我哋咧而家就嚟到小區入邊啦，4棟樓精裝現樓嚟嘅，首期咧13個就可以攞低啦，而且咧月供只需3000幾蚊。雖然話呢個小區咧4棟樓比較細，但係咧泳池都係有嘅，睇下啦，成個泳池都係整好噶啦，之後過嚟游水係非常之方便嘅。依家就嚟到78方嘅交樓單位啦，可以睇下啦，入戶大門出去仲有一個空間係屬於自己嘅空間，之後整個下櫃喺度係 OK 嘅。親合一體嘅空間喺呢邊牆仲有一個採光通風窗，咁成個戶型對流空間就充足噶啦。咁成個廚房咧空間唔算大嘅，2個人企喺度係夠嘅。對於細戶型嚟講，呢個廚房夠你用。呢套房動靜分區3房1衛。過嚟之後咧，有2間細嘅房，呢間可以做父母房、兒童房，空間係夠用嘅。過嚟之後就係洗手間嘅位置啦。呢度仲有一間陽光房、衣帽間，可以睇下啦。依家天氣唔好，採光一樣 OK。呢間就係主人房嘅空間啦。你諗下，90萬唔到可以攞低呢套3房1衛，而且仲喺珠海北。中意嘅話，記得評論區留言啦。